十字架。耶稣受掠到前个祭司头安娜的所在，伊甲看到下耶稣的老安娜小名，是真堪心的人。伊将身边的茶少人卖牛油混搅，有水通抽，无要紧身边拉绳。耶稣捌上伊，伊爱耶稣死。耶稣透暝阁受送到公会，就是老大祭司头甲天学士所组织的会。因爱找理由通对罗马总督告耶稣，因无照法度乱请求杀耶稣，但伊配烂阁家己拍。天光有带耶稣到总督比勒道的所在，告耶稣讲，伊是要做王来反对罗马。比勒道知了，在伊无这款罪，爱要放伊，总是因话讲，伊反对罗马，但班级。阮要甲罗马皇帝讲，总督第一听的是皇帝。总是比勒道看耶稣无罪，爱要放伊，讲话毋听。比勒道才用笔拍耶稣，边顶演起来免流家己滴。头车有灰底流，真可能看到泪流目屎。比勒道就带耶稣出来众人的面前讲：你看这个人，这无啥事。着量前去，总是真人受到大教唆讲，点伊伫十字架，点伊伫十字架。比勒道无办法，才将耶稣交互因去顶十字架。伫远远有几若个好人人在看，伤心极好。耶稣伫十字架顶拢无怨气，无落骂，反倒对遐个害伊的人祈祷讲：爸啊，赦免因。因为因所做的，因知身边也有两个贼甲伊同定，耶稣也无受家己的艰苦，讲道理互因听，互因反悔因的目标。整整5点钟久，就是到下晡时3点钟，耶稣讲：爸啊，我的神交代你的手，血就断啊，实在真水的死。耶稣来听做信者，总是伊无要为着家己来听宽容。耶稣个人失败中，这毋是伊的失败，是伊要趁上帝的意思来卡赢特定好的艰苦。